国际上要紧来看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冲突不断，今麦个传出讲，有一个巴勒斯坦人伫咧西岸城市去互以色列国防军开枪拍着，佮无爱家叫救护车，绑伫咧引擎挂顶头，直接甲掠走。以色列军方嘛承认讲，这种行为确实无适当，已经开始咧调查。 影片内底，咱看到救护车搭咧甲军用车会车，也毋过详细甲看，说有人互绑伫军用车的引擎面顶，一路向前开。以下冲突爆发了后，除了严重的人道危机以外，暂时佮表出以军不动对待巴勒斯坦嫌犯。以色列军队伫伫约旦河西岸城市铁林执行逮捕行动，抓到一名巴勒斯坦嫌犯穆贾希德。抓捕的过程因为有开枪，造成嫌犯受伤。 فتحوا الباب بلشوا يطخوا يعني اول ما كانت القوات خلاص جينا نقوم مجاهد بكى يعني راح ما ينفذ بس قام طخوه بجريه وطلع وصاص بيده 嫌犯受伤了后，家属要求叫救护车送病院。不过以色列士兵却甲嫌犯绑伫军用车的引擎挂面顶带走，途中共有2台救护车经过军车。 قعدت تقريبا ساعة ونص ساعة واحنا كله بدنا الامبولانس تا ودينا الامبولانس احنا بعديها برضه بهيك ربع ساعة رد نزل جبين فاتن هنا وقالوا لنا لفوا وجوهكم ما حداش يطلع حطوا مجاهد عبوس الجيب وضلهم طالعين فيه 对此，以色列军方表示，伤患已经接受医护人员的治疗，不过士兵的行为违反军方的行为准则，已经对此展开调查。以下冲突到暂时就要满8个月，以军日日空袭加沙北部的加沙市区，包括8个历史真久的难民营之一夏提难民营，连加沙市内的塔法区、卡吉区嘛受到攻击，造成至少42个人死亡。马哈冲突到暂时累计死亡的巴勒斯坦人数超过37400人。国际新闻台上朋友。